Wi-Fi. Many people know that you need the Wi-Fi, man. You need the Wi-Fi. You need the Wi-Fi. You need the Wi-Fi. Many people know that you need the Wi-Fi. 咁樣想同大家介紹後想來個 Wi-Fi 啲福利我買盡多個 band 帶，顧名思義我哋做嘢好有效率好快，唔投俾我哋今日真係嘥晒。校外福利取樣，第一個登場，全部福利靠佢爭取，要求全面多樣，40幾個校外福利真係多到難以置信。商家俾啲優惠仲 free 過親家長，死啦！揸少少要超支，即刻話俾整通計數嘅財政知，有樣問我幫我哋睇住 budget， 就好似股市燈膽轉做 LED。Wi-Fi 為你服務 ，Wi-Fi 為你服務 ，Wi-Fi。你根本唔知康實係要出版，不過佢搞啲諷刺，佢份人咁懶散，有人版宣傳單張，唔係玩佢晚付出努力，唔係懶散。Wi-Fi 嘅各位負責全部努力，尤其是日以繼夜畫幾副主席，設計宣傳單張甚至煩到唔使識，有咗佢幫手簡直就係叫做天使。開會內容唔記得咗，呢個時候心情真係好鬼火。好彩有秘書靚佢幫我哋寫低，有咗佢幫我哋手開會仲易過行樓梯。無所不能就係公關胡志成，佢打個電話 Barack Obama 都望個不停，無論係 Big Bang ASO 定係習近平，全部都體育林可峰 Michael Jordan 有佢比活動靠佢做東，跟住就係多媒體嘅肥肥，佢係我哋家長物，佢嚟玩你俾你。Gavin 嘅 something to say， 佢話效率福利會幫我哋爭取籃球機，狼人殺3個殺，仲有好多卡牌遊戲，女性用品文具沐浴露，全部提供俾你。學術王子希，文言文王子，數學學會聯盟數學有種好似唔關中文宗旨，佢嘅宗旨係提供好 happy 嘅學術活動，無論係咩活動 Wi-Fi 都會為你搞到文如眼睛睛，為你介紹主打。佢話密室逃團有個密碼鎖嘅門把，想要解謎大腦裝咗幾個摩打，想知道真相我難就算吧。係時候介紹活動一定有班制籃球足球，仲有閃尾球打高登，千祈就唔好記仇。陸運會班制2人3都接力賽，尊重同學之間嘅友誼同埋愛。話俾你知，今年有9000萬嘅活動，想要買次 drop 4嘅同學都唔會變窮。Wi-Fi 為你提供自己交易嘅平台，一定要經過3思考慮再前來。有無天賦好，有才藝表演，無論你識啲咩才藝都幫你拍埋短片。我哋仲同數學學會聯盟數學有中意數學嘅同學可以邊計數邊衝鋒，什麼東東。我哋校外福利40幾個，有條食雞蛋仔文具精品零食插貨，開眼嘅成校服同人升半個字，呢啲福利俾你用多10年你都唔會厭。介紹一下自己。在下全職車豪文 ，Can I have attention？ 姓我就係個 rap 神 ，AKA AUKE 服務態度新近，我哋 Wi-Fi 夠勤奮，處理過每個樓層。記得投俾我哋啊！